我以前一直以為，只要我夠好、夠善良、夠幽默、夠圓滑，我就應該可以同任何人都相處得好。我將人際和諧當成一種要去磨練嘅技能。但係最近我喺度諗，呢種諗法其實係令自己筋疲力盡嘅根源。如果我哋同某啲人之間嗰種摩擦，其實唔係因為性格缺陷，而係單純因為幾何結構唔吻合呢？我哋每個人都有生俱來嘅性格，一套處理世界嘅原廠設定。我哋當中有啲人係花園，喺細心嘅打理、親密嘅界線，同埋嗰種穩定、共享嘅空間入面，我哋會生長得好燦爛；而有啲人係山巒，我哋嘅力量嚟自清冷嘅空氣、開闊嘅視野，同埋嗰種堅韌、獨立嘅美。我曾經用咗好多時間，逼自己去一個山谷入面落地生根，但其實我係屬於高山嘅。當時我成日都喺度諗，點解自己會覺得咁格格不入？我哋經常因為同人唔啱 key 而責怪自己，但大自然從來唔會要求一朵高山花卉喺平地嘅溫室入面開花。我哋嘅喜好並唔係缺點，而係生存環境嘅必要條件。你可以想象呢樣嘢叫共振。我哋每個人發出嘅頻率都有自己嘅節奏，有啲人嘅節奏係有耐性、內斂嘅。我哋追求嘅唔係第一印象嗰種快感，而係一種安靜嘅安全感，想揾到一個可以長期見證自己成長嘅人。我哋向往嗰種好似暴風雨中嘅錨一樣嘅忠誠，唔係因為佢沉重，而係因為佢真實。呢種係對陪伴嘅一種偏好，佢見過我哋嘅陰影，但依然選擇留低。呢種連結唔似係一個要經營嘅項目，而更似係一個避風港。我哋渴望嗰種深度，係就算世界變得幾喧鬧，都唔會退縮嘅。而有啲人發出嘅頻率係閃爍、跳躍嘅火花，佢哋喺追求新鮮感、機智嘅對答，同埋喺唔同嘅思想同面孔之間穿梭嘅過程入面，揾到生命力。如果你係一支大提琴，但要夾硬同套爵士鼓一齊唱歌，你可能會勉強合奏到一陣，但遲早有一方要吹到走晒音，先可以勉強跟得上對方。當我哋強迫自己去配合一個唔屬於自己嘅節奏，我哋唔單止會覺得攰，仲會令到自己變咗一個扭曲咗嘅版本。而最悲哀嘅係，當我哋忙住去做一個差劣版嘅人哋嗰陣，嗰啲真正想聽我哋呢種穩定、獨特聲音嘅人，反而會揾唔到我哋。當你發現自己其實係一種非大眾口味 （acquired taste） 嘅時候，你會感受到一種奇妙又平靜嘅自由。同某啲人唔對頻並唔係一種否定，而係一種校準。當我哋唔再執着要做一條可以開晒所有鎖嘅萬能詞，真正屬於我哋嘅嗰道門先會出現喺我哋面前。最充滿生機嘅風景，並唔係所有植物都用同一個方式生長，而係每粒種子都揾到屬於自己嘅嗰片泥土。喺嗰度，你嘅格格不入，正正就係嗰片土地等待緊嘅嘢。所以，如果你今日感受到人際關係中嘅摩擦，試下換個角度諗，你並唔係一個難相處嘅人，你只係比較獨特啫。你唔係一塊壞咗嘅拼圖，你只係屬於另一幅畫嘅一部分。我成日都喺度諗，如果我哋唔再逼自己去做每個人心目中嗰個啱嘅人，而係去等一個視你為避風港嘅人出現，我哋之間嗰種陌生感係咪會少啲呢？如果呢段說話令你諗起生活入面嘅某個時刻，好歡迎你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感受。